企有寵物又想翻新牆身顏色，今日呢條片就啱晒你。戶主一路都想將個廳油做綠色，同埋修補撞花嘅牆身，但係問題係屋企養咗2隻貓貓，所以好擔心油漆嘅氣味同埋成分會影響佢哋。今次戶主就選用咗駱駝牌防霉抗甲醛5合1淨微乳膠漆，除咗可以分解甲醛，本身仲係無毒環保配方，而且係超精美嘅設計。喺施工過程入面，基本上係聞唔到油漆味。對屋企有寵物嘅家庭嚟講，呢一點真係好重要㗎。開始之前，先用分析膠紙封好所有唔想油到嘅位置。因為貓貓細個嗰陣好中意找牆，所以牆角有啲凹陷。我哋先用 CS906 批牆灰，用漆鏟仔拎少少批牆灰，直接填補凹位。呢一步唔需要追求即刻好平滑，最重要係填滿啲凹陷位。等批牆灰完全乾透之後，就用砂紙輕輕打磨至平滑，最後掃走牆身嘅灰塵，就可以準備油油啦。今日施工嘅牆身面積大約係65尺左右，所以用1公升嘅駱駝牌防霉抗甲醛5合1淨微乳膠漆就啱啱好啦。將油漆倒入呢個乾淨嘅桶入面，加入10至25% 嘅清水稀釋。太結會好難推開，太稀顏色又會過淡，容易滴到周圍都係。記得一定要充分攪拌，大約1分鐘左右就望到油漆嘅狀態均勻，咁就搞掂。工具方面，只需要1把5寸油掃同埋1把1.5寸油掃幫手處理邊角位。第一步用1.5寸掃先處理牆身邊緣，落掃嘅時候係由中間開始落，再上下推開油漆，咁樣先會油得平均。去到大面積嘅位置就用5寸掃，一樣上下推開油漆，再由左至右順住方向油落去。油幾行之後，手感就會開始順，再一路重複呢個動作。記得保持同一個方向，同埋盡量保持垂直，咁樣出到嚟嘅紋理先會整齊好睇。施工過程入面，個廳基本上係冇油漆味，就算全程2隻貓貓望實監工都唔驚。去到另一埲牆，又遇到邊角位，再拎1.5寸掃幫手，跟住其餘嘅位置繼續用5寸掃就可以。電掣位因為已經貼好咗分析膠紙，用1.5寸掃油就搞掂，唔怕整污糟。牆身唔同位置嘅油漆乾燥時間未必一樣，所以半乾嘅時候望落就會一笪笪咁。當完全乾晒之後就冇呢個問題。等咗大約2個半鐘之後，第一層已經乾透，就可以開始油第2層。第2層嘅工序其實就係完全重複第一層，一樣由邊位開始，一路上下推開油漆。由修補牆身第1層到第2層，成個翻新過程其實只係1日內就可以完成。最重要係全程冇氣味，對寵物友善。戶主依家終於可以成功轉翻自己想要嘅綠色牆身啦！